讲到民进党总统初选民调第二天，另外一个参选人，这个赖清德透早就到这个新店拜会基站，佮激空对着台北市长郭文天，也有高雄市长韩国瑜话讲，因两人应该主张反对一国两制一个中国原则，唔通互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。啊，虽然讲车队游行呢，场面真大，抑阁拄着落大雨，这赖清德呢是真正是哪揽雨哪拜票，伊还是受到真侪这个选民大力的支持。伊为着要救这个初选民调的支持率呢，嘛伫面册直播，吸引至少有几千人伫看。民进党总统初选参选人赖清德随着车队上街路游行，雨水拍伫个面，无啊被吹掉去，归去揽雨拜票，悄悄下手甲选民拍招呼。赖清德车到位屏东一路上班。今日早起到新竹，真拄好拄着梅雨季，医院有真侪支持者伫路边听候伊。赖清德扫街时，同步个人的面册有直播，吸引至少几千名网友伫看、伫甲支持。为了要救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民调，唔惊风雨，嘛要亲近选民。跟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报告，新竹依旧有一些小雨。赖清德后来伫新竹天公段有小可停留，对着台北市长郭文天甲高雄市长韩国瑜话讲，唔通互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。佮希望讲台北市长郭文天收回这句话。两岛的市长都应该爱坚决反对一国两制，反对一个中国的原则。赖清德激励进前香港超过100万人上街路抗议，展现香港人真反对通过逃犯条例，呼吁选民爱乌烟香港。对人权我们一定要声援，对民主呢我们一定要支持，这个就是我的理想。民进党总统初选第二天，参选人赖清德估计最后会直接到凯达格兰大道，要就伫民调公布进前做最后的冲刺。